血海柳黑珊瑚浸泡處理全解釋，核心速覽。浸泡主要為漂白增色、去雜質、軟化定型。常見浸泡液分食品級、酒精、醋、有害化學劑、雙氧水、草酸、強酸、染色劑。長期帶有害浸泡海柳或致皮膚問題、重金屬積累、器官損傷。天然海柳大後會變酒紅、深紅色，包裝透亮。浸泡品質色澤呆板，易褪色，紋理生硬。點解要浸泡血海柳？漂白增色，模仿高價品，將深色海柳如烏柳漂白成金黃色或淺黃色，冒充稀有金絲柳、血柳黃皮料，大幅提高售價。血柳市場價格高，不法商人用酸拋去黑色，製造黃皮血柳賣高價。去除雜質，改善外觀，清除海柳表面附住的貝殼、藻類等海洋生物殘留，使表面更光滑，易於打磨光。軟化定型，方便加工。海柳質地堅硬，浸泡可使其暫時軟化，易於彎曲、雕刻和製成手續、煙斗等製品。快速掉色，模擬盤玩效果。通過化學處理，快速達到天然盤玩多年的顏色效果，吸引不懂行的消費者。用什麼浸泡血海柳？浸泡液分3類，安全性差異大。類型常用浸泡液安全性用途：食品級無害酒精、白醋安全輕微消毒、去異味，常用於正規工藝。物理溫水清水，溫水安全軟化材料，便於加工定型。有害化學劑雙氧水、過氧化氫、草酸、強酸、鹽酸、硫酸、染色劑危險漂白，強力去色，人工上色，常被不法商家使用。不法商家常用30%濃度雙氧水混合自來水加熱煮沸，將黑色海柳快速變成黃色。浸泡時間決定顏色深淺，有些甚至用重金屬鹽類染色劑浸泡，讓海柳呈現鮮豔紅色，冒充頂級血柳。長期佩戴浸泡過的海柳對身體有什麼害處？皮膚問題，化學物質殘留可能引發接觸性皮炎，症狀包括紅腫、瘙癢、澱燥、皲裂，甚至潰瘍。過敏體質者反應更強烈，可能出現水泡、心液等嚴重症狀。系統性危害，有害化學物質如重金屬、甲醛可透過皮膚吸收進入血液，長期積累可能損害肝、腎等器官功能。草酸長期接觸可能導致腎結石，因草酸與體內鈣結合成不溶性草酸鈣沉澱。雙氧水分解產生的自由基可能加速細胞老化，影響免疫系統功能。其他風險，化學處理破壞海柳天然結構，可能釋放有害物質，加工中可能添加有毒黏合劑，長期佩戴增加健康風險。孕婦、哺乳期婦女及兒童接觸可能影響胎兒或兒童發育。浸泡過與天然海柳佩戴後分別會變什麼色？天然海柳未經有害化學處理，佩戴後變化。初始色通常為黑黃相間、黑紅相間，或帶有天然紋理，如虎皮紋、X 紋。佩戴盤玩後，隨時間逐漸變為酒紅色、深紅色，色澤潤澤透亮，包裝如琉璃般光滑。特點：顏色過渡自然，紋理立體分明，盤玩越久越紅潤，光澤越佳。活海柳遇熱氣短暫發白，沾水或盤玩後迅速恢復柔韌光亮。浸泡過特別是化學處理海柳佩戴後變化。初始色顏色均勻呆板，如統一的淺黃色、金黃色或鮮豔紅色，缺乏天然層次感。佩戴後易褪色、變陰，顏色逐漸變得渾濁，失去光澤。部分染色海柳可能出現顏色剝落，露出底層原色。特點：紋理生硬不自然，缺乏天然海柳的立體感，活性降低，盤玩後難以形成透亮包裝。
甚至越帶越暗沉。有些酸泡海鷗表面可能有細微屑痕，影響美觀與耐用性。如何區分天然與浸泡海鷗？看紋理。天然海鷗紋理如樹木年輪，細密自然；浸泡品紋理模糊，過度生硬，看透光。天然海鷗用強光照射，薄處透出暗紅、深褐或琥珀色光；浸泡品透光不均或顏色發死。看變化。天然海鷗遇熱短暫發白，盤玩後迅速恢復柔潤；浸泡品反應遲鈍或無反應。聞氣味。天然海鷗有淡淡海水味，浸泡品可能有化學藥水味，特別是新產品。溫馨提示：購買海鷗首選信譽良好的商家，盡量選未經化學處理的天然海鷗，不僅對健康有益，其天然變色過程也是聞還樂趣所在。